第一，我哋拿到文章嘅时间，做第几家先来读一遍，一篇的读嘅时间，一篇就做得用笔填出我认为嗰3分嘅词汇。第二咧，配合词汇本，了解正确嘅念法、语文嘅意思、用法。3. 利用词汇本嘅例句，复习词汇嘅正确用法。比如讲，一篇文章填出下背一条词汇，阿咪上来熬满讲，亲像上午下饭，伫按到占到人才嘅奥运场况，冇办法伫阿咪係万人，甚至于还有地位藐视一个头一拜来参水嘅黃皮膚嘅細模嘢。唔過阿咪第幾年時愛做嘅，就係拿出最好嘅表現，唔是等人叫甲敷衍，真正強嘅人係用成績來講話嘅。聽定比賽嘅進行，就算阿咪嘅分數一時間睇唔到人，佢還係3萬股壓定壓緊唔放棄，親家就來到最尾一關嘅停出牌。教練同阿咪參詳過後，打算千萬股去拼，本期去吃卡，唔是卡過嘅重量。一講成功嘅，阿咪就會係一個奧運嘅金牌得主。報名十分無彩，阿咪落股嘅，佢點都唔會遲到見收，因為佢哋就算落股嘅，總比冇試過爭來後悔還較感恩。阿咪發誓4年過後，會重新轉到奧運嘅比賽場況，來同台灣爭取一塊金牌。好，讀到一篇文章有幾個詞彙，從第一咧，我哋來看停出卡。好，一個乜意思呢？就是我們講的停舉。啊，特別一個卡，每個腔有幾多種冇相同嘅發音，大家做得注意哦。也就是就用些時間，用些精神來注意，也按多嘅發音。第二個落股。落股嘅詞彙，也係時間，我看到嘅時間會想，某個東西落下來嘅，唔係哦，也係落股嘅意思係表示失敗嘅，好，也係可能就會出現喺考試嘅題目底部。